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清明吃润饼糕，有民众讲去高雄的正义市场买润饼糕来吃，这厝内6个人吃落去，煞拢吐甲老，这插落去都插到67个人，拢吃着同一担送病院。卫生局去稽查，要求爱关7天来等待调查。煞知讲这业者佮讲无抄清楚，就要叫人关，因的损失是要叫上来赔。民众提出伫边的相片，伫网络社群发文提示大家爱细腻。高雄正义市场内底，老二好担为所卖润饼糕，因为厝内底有6个人伫菜市场头食完了后，初5天要赶到高雄中医馆急诊。写完了无偌久，真侪网友讲有种情形，有民众讲规计有3个人去医生化，到初5下晡4点左右，总共有67个人去病院。医护人员就是说，在你们来之前已经有10几位，就是都是遵医思想的。因为我们大概3点半靠近4点那边到，然后后面到4、5、6点的时候，其实都还是有人陆续送进来，然后都说是遵医思想的。高雄市卫生局接报了后，初5早起去稽查，业者一开始也强调家己的食材无问题，固执配合停业。你要有公告给我，而且我们问题是出在哪里？是春检还是春检？问题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给人家订单，你叫我们不给人家都是当天在备，当天在弄的料，东西不够我们马上备，不是说备的在那边放着，不可能的。这个单位卖包括内安润饼糕，也卖这润饼皮，配料这食材虽然无名，不过开业超过30年，只是稽查迄天，敢若卖润饼皮无前一天剩的物件，卫生局检验食材，也佮早点倒啊只检体送验，结果也未出来进前，也无都确定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也是对种致病源造成的。最早发病者约4月4日下午3点30分，陆续出现腹泻、呕吐、腹痛、恶心、发烧等肠胃不适症状就医，并立即依法要求停业7天待勘。生菜、豆芽菜清洗不干净，这样就容易带细菌，引发腹泻或腹痛。但如果未煮熟，可能有沙门氏菌。猪肉丝、虾仁如果保存不当的话，也容易造成急性肠胃炎。初5下晡，单位已经打公告，对4月初5开始公休。卫生局讲，相关事情若经过研判违反食安法，会罚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前金区昨透早停电，附近一个住户敢若是因为烦恼伊厝内90岁老爸医疗器材嘛停去，会去影响到转受气情绪一时控制袂调，去讲这台电的工程车，佮对警察来配喙烂，当场是移送法办。台电人员耐心咧甲负责人解说抢修的过程，不过负责人煞是雄雄失控，手架家私就来讲台电的工程车。搞厉害啦！现场的人员拢看一个工器，刷紧报案来处理。迄当阵伫吊白边啊，抑阁有同仁伫咧作业，处境是真危险。其实他刚刚这样很危险，因为我在这边操作，我们上面有人，我知道动到操作杆会打到我上面的人。高雄市的前金区初5透早7点外，因为变压器故障，地区大约有1000户暂时失电。51岁姓赵的负责人，咱像是烦恼处理老爸咧使用卫生器材，因为失电影响到生命安全。那甲现场的人员去救援，甚至警察来阻挡，去甲因配喙烂。其前不仅不听劝阻，更变本加厉阻碍公务，甚至公然对员警脸部吐口水。面对这种挑衅公权力的行为，员警当机立断，采取强制作为。当场将人制服压制。因为事故的地点伫咧传统市场内底，工程车要驶入去，定位作业的难度拢有较悬。台电表示，第一时间已经调派发电机到场来支援，希望会当降低失电的影响。因过对方的情绪也是真失控。专案讯后是依照妨害公务甲毁损的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当下已紧急请其通报119，并同步调派发电机至现场协助。发电机亦于上午9时25分送达供其使用，确保医疗需求不中断。伫咧早起10点48分左右，已经甲变压器拢换好势，全部恢复供电。这件事件拢总造成2架台电的工程车玻璃喙齿吊臂受损，台电嘛真无奈。这个负责人一时冲动去干扰到现场的作业，会得个为家己的行为来付出法律的代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虎航的飞行机一个旅客因为不满空服人员叫伊唔通离开座位，讲扇嘴皮，这通知空服者工会都好虎航，这态度都爱打硬，协助空服人员来提告。虎航嘛强调讲，会甲这旅客评估列作黑名单。
班机内真侪该公布下安全带准备降落，地北无的旅客煞徛起来，地需检查空服员加弄掉。空服员虽回失礼，不过伊一直看休。旅客伫航班降落阶段也无愿意坐落来。到尾阁限空服员，机组员通报机场航警，到尾由警方甲旅客带落飞机。通知空服员只要工会讲，机上暴力行为威胁机舱特殊甲飞安，航空公司应该协助当事人解决。应该要提供法律资源，协助当事人提起诉讼、应对诉讼。那如果虎航公司不做，我们空服员工会也会保护我们的会员，我们会全力协助。虎航表示，代志发生了后，持续对组员进行关怀，对旅客扰乱事件加暴力行为一直无法度拥稳，会照天数评估列作黑名单。工会呼吁虎航应该直接宣示，外在伫机上拍人的旅客，保护员工甲飞行的安全。加入委员会，这个财收都有平衡的，平衡什么？有这么多，我会影响平衡吗？可能吗？机上不同行为引起安全记录，人歪甲在英国有前例。今年3月有一个旅客坐立明航空，唔坐家己为对组员大声喝休，机长因为安全考虑通知航警甲带落飞机。立明表示，后续嘛评估对这个旅客加列入管制名单。如果有多次的暴力行为，不配合飞安，或者是任何影响飞安以及辱骂空服员等等的行为，这个时候其实航空公司有可能会将该名旅客列为永久的黑名单。虽然黑名单并无明确的发源，不过民航局表明，那是航空公司事先已经在运送契约当中明确公布坐飞机的相关规定，佮因为维护飞安也是旅客健康的理由外加载，民航局拢会尊重业者的决定。记者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搁一波锋面接近，中部以北的雨水较济，东半部也落好，亚南部是济云的乌阴天。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温度有较降，大约是19度至21度，中南部可能会热到30度，台东可能会靠火烧风。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到拜六礼拜天气拢会真稳定。因为风面影响，这苗栗县落大水雨，伫咧大湖山区有车路崩山，加在是无人甲车拢受困。也伫咧南庄受落基楼空气，11个人掉伫咧露营区，相对是暂时斗送物资。苗栗大湖山区测试暗时，台三线132公里南向指头寮路段边坡大量的土石要树啊，因为大雨汹汹放落，加在无人车掉伫遐。公路桥苗栗公务段车库继续抢通，中道过了后已经双向开放通行。除了山区出现落石以外，南庄的山区也落基漏掉，9位大人甲2个囡仔掉伫露营的所在，消防队也做送物资入去。连通道路路基掏空，车辆无法通行。该一行人表示身体无恙，但缺乏物资，随即配合南庄乡公所一同前往露营区运送物资。也头屋乡3号区也因为大雨，水满过布岸，沿岸有徛过淹水2公尺悬。民众怀疑因为是国宝鱼、南方鱼的栖息地，3号区无好好来处理，才造成淹水。怎么会淹水？已经30年没有这样淹了，怎么会淹那么大的水？苗栗县长张忠锦讲要甲中央协调，伫保护国宝鱼甲政治出伫平衡。县府也对徛过淹水来补助，淹水50公分以上一户是1万，100公分以上一户是补助2万。这摆也甲淹水20到50公分的住户纳入补助内底，一户是5000。土石流流入去厝内底有30公分的，每户是补助2万块。我们现在希望乡镇施工所赶快动作，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完成这个灾害的补助。也这摆农业损害也真严重，后人有西瓜田，因为大雨淹水，农民西瓜早起就到田内喷药剂来救西瓜仔。现在看似好好的，但是如果太阳出现的话，大热天出来，它就会趴下去睡觉，可能就没得救。苗栗县府初步统计，芳瓜啊、西瓜，也佮有南这水果拢有损害，也毋过确实数字各公所也伫统计。县府讲会尽量向中央争取灾害补助，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即马查某人平均14人生无到0.7个囡仔，去年也剩敢若10万对结婚，拢创下新低。再来是中国时报，中东的战事影响全球能源。日本首相塔加之9月5日起要去访问澳洲甲越南，加强能源甲安全合作。韩国也向波斯湾国家来施压，要求石油甲天然气稳定供应。最后是联合报，中国3月能源计价指数已经起16.5%，因为石油嘛要阁起价。
啊，那过来刷燃油附加费是已经起5倍。继续来关心中东的战事是影响全球的石油供应。国内塑胶嘛拄到大欠汇情形，咱经济部是表示讲会推动专案提早来运作。如果上济会当生产12亿5千万的一斤的塑胶粒啊，因来又会继续为着要稳定物价，暂时是拢袂起。中东情势紧张，国际油价起，为着平稳物价减轻民生负担，经济部甲中油公司测试下昼召开记者会宣布，车纳起到12汽柴油计价无调整，92无烟汽油，每公升维持32块4 95无烟汽油33块9 98无烟汽油35块9，超级柴油是31块。自从2月28日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中油已经合计吸收油价超过90.6亿。在消费者油价的部分呢，这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就不涨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另外，最近因为战争造成全球石化供应链断乱，各种塑胶包材起价，甚至传出塑胶袋之乱大欠货。经济部表示，中油4轻为4月起提早运作，会当将医师供应送去下游代塑，来自定塑胶合成厂有价上悬，会当生产12.5亿的一斤塑胶袋啊，会当有效减轻市场火烧白牌。另外，小巴会等连锁通路欠货问题已经协助媒合上游制造商工会补助塑胶袋库存。大家不用担心哈，那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去买。好，那如果真的还不急着用的话，就不急着去买。真的是要买的话，一定可以买得到了。蒋明鑫指出，年假期间伫网咖设置相关警方，有反映表达塑胶袋啊无好买，目前有19个相关5个市场提出需求，已经请经济部上级署追踪统计，将优先工会佮强调，塑胶袋啊原库存爱按照原价来卖，了后因为成本起，新生产的塑胶袋啊是会当起价3成，等于经济部定调的相关起货上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嘛有业者是表示讲，咱的沙拉油做生理咧用的这种18公升的，已经对860块起到880块啊。所以要公布这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敢会超过2派通膨警戒线，或者是因为讲这中东的战事乃当快紧收煞，就也会当控制。黄昏市场内打商价塑胶粒啊挂正悬，中东战争引起塑胶粒啊之乱，业者有感觉进货变贵啊。市场消费者往哪有对策？我就废物利用当垃圾袋，能自备我就自备吧。我留着有时候的话，把它挤在一起的话，我会拿到市场送给这个摊位。不过，国际油价甲粮价一直起，对民生物资的冲击，恐惊会一直起悬。市场的零售价已经有感受到黄豆啊原料起悬的影响。为这礼拜开始，包括大豆沙拉油营业用18公升为卖价860块起到880块，另外还有豆皮嘛为1斤145起到155。像以前就是少赚一点，大家客户也可以忍受啊。如果涨得太离谱啊，也没办法。市场一直烦恼钱包物件贵。美国一定车查公布3月 CPI 预估年增率为2.4%，升到3.1%。台湾主计总处一定车备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目前评估对春节干扰消息，国家持续启动汽柴油双万起机制，国内油价调悬5%，对3月 CPI 直接影响是0.1百分点，整体可望维持伫2%以内，未超过峰会碰撞警戒线。价的短期波动一定会发生，只不过说波动的幅度在目前政府有一些吸收政策，或者是说货物税减征的一个政策之下，其实除非战争真的是拉很长，不然对台湾的物价影响应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学者分析，短期内影响也未出现，目前观察，若是战争伫外界预测的时间内结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会当控制，不过也是要对市场的变化一直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军一架 F-15E 战斗机去伊朗拍落来，2个飞官一个随着去救到，也另外一个。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美军是发动史上上届成功的救援行动，牺牲2架运输机，嘛成功将救回来。美军一架 F-15E 战机甲 A-10攻击机车衫去互伊朗的军队拍落来，有3个飞官弹射逃生，其中2个飞官先防救到了后，另外一个下落不明的 F-15E 飞官也已经伫测试暗时成功防救到。
美国总统川普初5时阵发文证实讲，已经救到伫伊朗空中轰拍落来 F-15 战机飞官。佮讲美军伫这几点钟内成功执行有史以来上好大的搜救任务。因为这个飞官是一个真受尊敬的上校，即马平安无代志。美国表示讲，伫搜救的过程当中，因为无法度顺利起飞，被迫毁掉2架运输机。也毋过，伊朗革命卫队初5时阵，煞讲伫美国搜救的行动期间，伊朗佮透过电子战，甲4架美国的军机拍落来，佮敲死美军已经落入战争的蓝马地。مایه نظامی ترابری C-130و 2 فروند بالگرد بلک‌ها که ارتش آمریکا。伫伊朗媒体公布的画面当中，翕到大量飞行机的碎片。路透社讲无法度证实这画面是虾米时阵翕的。毋过，根据军事专家指出，对普罗佩拉研判应该是美军 C-130运输机甲美军的直升机。专家指出，美军即间的搜救行动是战斗搜救任务，简称 CSAR， 派出特种部队入去伊朗来抢人。嘛有一大堆伊朗的民兵世界伫咧找即个美军飞官下落，因为即个飞官敢若靠一支枪伫山壁的立棚当中，用加密信号来讨救兵，经过超过24点钟等待救援。过程当中，还有美国中情局 CIA 放出假消息来欺骗敌人。专家指出，像伊朗即间的行动，至少需要24个空降搜救员坐乌鹰直升机去敲找即个区域，而且成功的几率是真低。美国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嘛表示讲，就算即间的搜救行动会当鼓励士气，毋过无法度确保袂个发生损失军机的情形。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morale boost, but then again, those military operations are going to be ongoing. So we may find disappointment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in terms of casualties or more aircraft being shot down. 伫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已经有菜拍了美国军机的大型空爆。因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初5时阵是特别用英语伫咧记者会当中恭喜美军即间的搜救行动。不过，军事专家认为，美军小连续伫伊朗的战争当中损失军机，显示美军无掌握伫咧伊朗空中的完整制空权，恐惊是爱准备搁较侪防空的资源，才会当发动地面的攻势。另外一方面，川普伫咧发文当中也预告讲，要伫美国时间初6的下晡1点，伫白宫甲军事高层做伙召开记者会。关新闻景完全编译。以色列前一阵啊去攻击伊朗的石化工厂，讲要甲因做武器材料的所在完全毁掉。美国总统川普也提醒伊朗，10天的期限就要到啊，到底是有诚意要来敲无？大家靠紧讲咧。那么开放荷姆兹海峡，就要互伊朗变做地角。以色列初时对伊朗西南部石化工厂发动攻击，4个拢遭毁甲毁损。以色列军方讲，这个设施是伊朗用来生产爆裂物、弹道飞弹甲其他武器时所需要的材料。所以，这届的攻击除了要削弱伊朗政权，嘛要避免因个利用这个武器对付以色列。伊朗的国家媒体尾仔嘛报道，以色列攻击拢总造成5个人受伤，目前火已经拍花。הבטחתי לכם ש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כתוש את משטר הטרור בטהרן, וזה בדיוק מה שאנחנו עושים. אחרי שהשמדנו להם 70% ביכולת ייצור הפלדה, שמשמש להם חומר גלם לכלי הנשק נגדנו, אנחנו היום תקפנו את המפעלים הפטרוכימיים.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是发函予联合国，经过美国甲以色列，即阵故意攻击因的设施，实在无法度吞论，阁有放射性物质泄漏的严重风险。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是伫家己的军事社群提醒伊朗，伊捌伫3月26日，伊朗10天的时间选择要达成协议，也是开放荷姆兹海峡，时间差不多到啊，安尼无地价就会降临到伊朗。فراموش نکنید که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شرارت کل منطقه به جهنمی برایتان تبدیل خواهد. 美国甲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进入第6礼拜，几了100个以色列民众聚集伫特拉维夫广场抗议，因要求政府停止战争，告质疑纳坦雅胡求战的目的。因认为纳坦雅胡是为着家己的国内贪污官司，要寻求以色列总统的特赦。尾仔真侪的示威民众刷起互警方逮捕。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来看美国 NASA 阿提米斯2号的探轨任务，即马进度太空船是已经射到月球的后壁面来收集资料。马大先将这月球的相片大先传回来地球。美国 NASA 也提出1970年月球任务来相片，甲即届做比较，引起众人讨论。
在美国太空总署加一个加拿大太空总署的太空人，登载6号座太空船执行拢总10天的细月球飞行计划，也就是阿提米斯2号任务。这几天因已经飞过地球甲月球的中间点，目前是离月球24万公里远的所在，准备往月球的脚正面过去，各为太空舱内翕月球的初步影像，再个传回来 NASA。 Last night we did have our first view of the moon far side, and it was just absolutely spectacular. But on this, because of this launch date, something that the scientists have added for us is we're going to see an eclipse of the sun behind the moon. 除了月球的影像，这4个太空人伫离开地球的时阵，我有翕一张蓝色海洋甲分散的地球全景。NASA 阁甲这张相片甲1972年阿波罗计划所翕的地球相片对比，马上超过3000万人伫看，也有62万个赞。为了翕这个相片，6号座计划专案经理讲，因替这4个太空人配备的装置，除了 iPhone， 还有专业级的所谓单眼相机，也信息讲因拢真好翕。 They're able not only the Nikon D5s and the Z9s that we have on board that we preloaded already, they were able to also take some iPhones as well. 因为这是咱54年后，搁再有太空人飞去月球，搁一定会飞离开地球40.2万公里，已经超过进前1970年阿波罗13所创造的40万公里纪录，所以24点钟的直播也真受各界注意。另外，阿提米斯计划是 NASA 重回月球的关键载人任务，除了2号任务，2027年的3号任务会挑战载人登月。阿提米斯2号任务的飞行主管讲，这项任务显示人类持续登陆月球的可能性，也希望50年后人类也会当伫月球定居甲工作。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这届阿提米斯2号出任务，4个太空人才头一天就遇到真侪问题，包括讲有通讯断去、电子配也传袂出去，连变速的马桶也故障啊，加在是拢有顺利来化解。 成功建立地球轨道的阿提米斯2号任务才拄开始，4个太空人就拄到问题，亲像通讯断去、电子邮件传袂出去，其中变速歹去，互太空人头毛咧烧。We're ready for you to attempt reactivation of toilet by removing the urine hose from the cradle. Please allow it to run for 1 minute, and then if that's joy, you can deactivate toilet and give us a call. Copy, and understand I'm not putting the water in the funnel this time. Correct. Not yet. Not for this time. In work. 任务专家科依照指示，定甲变速内底揢条风扇开开。太空船的变速使用软管，也有收纳桶收集的流甲大便。伫微动力之下，气流甲废气无吸走。太空人爱用骹骨固定的装置甲扶手，甲身体固定掉咧。太空船的定期甲流排入太空，引来大便时装伫底内底带转来地球。变速恢复正常，太空人才较放心来。 I'm proud to call myself the space plumber. I like to say that it is probably 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of equipment on board. 阿提米斯2号驶地球25点钟了后，伫台湾时间初3顺利点到引擎。这项叫做地球转移轨道喷射 TLI 的动作，必须伫正确时间甲位置来启动，将法度确保太空船正确航向月球。这段为期10天的航程，会测试太空船来回地球甲月球的性能，并且观测月球后面甲南极。 NASA 伫过54年了后，搁再启动载人驶月球的任务，太空人也真懊恼所看到的地球美景。You can see the entire globe from pole to pole. You can see Africa, Europe, and if you looked really close, you could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It was the most spectacular moment, and it paused all 4 of us in our tracks. 就伫阿提米斯2号发射期间，一个坐民航机的乘客翕到火箭升空时产生的长长的烟。 这项任务会完成坐月球的飞行，为以后伫月球建造永久性基地来做准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中国宣布处决已经伫咧死刑名单15年的毒品买卖罪犯，法国公民担心，引起法国外交部的关心，因为讲在担心伫咧审判期间有权利受到侵犯。 面对中东的战事，西班牙是提头联合另外4个欧盟国家，呼吁对能源公司爱扣能源薄利税。中国自以色列大使馆公告，4月7日会阁协助一批中国公民，包括香港、澳门甲台湾人，对埃及来安全撤离，且伫咧当地公民爱扫中国提供的条码，提供个人资料，随时爱准备好势。
该看咱海巡4月初3伫咧台中外海查到2只外国船只违法伫咧外口来送油买卖，强势定船来依法上班。有学者是警告讲，这种违法买卖油的案件，若有走私的问题，可有可能会破坏咱国关键基础设施，就一定要注意。初三透早2点，2只外籍个船只伫台中大甲外海大约30海里，无正常挖苦到阵真可疑。海巡人员经有雷达掌握，在顺风艇赶往现场，看到巴拿马籍油轮甲圣多美普林西比籍个货轮挖苦到阵，双方油管连条咧，敢若进行非法的转盘油，无采取适当防治排泄做法。水警船抓到现行犯。两船油管相连，疑似进行柏油作业，且未附有防污设备。海巡人员随即录影搜证，并实施登检，严正喝止两船立即停止柏油行为。本案将依违反海洋污染防治法，函送海洋保育署裁处。对2只船的动态甲油品来源，海巡署汇报相关单位来进行调查。特别注意的是，顶个月发生偏误积气船来进湾背后涉嫌卖油的案件。还有去年新竹海巡查到3部的中国搬油船，这类非法的搬油案件，大部分的甲 AIS 船艇自动识别系统关起来，闪过查缉。学者讲，无排除中共就有机会打造不是传统的船队来危害台湾国安。那这也可能会变成敌方这是用来走私或者是威胁台湾水下电缆设施的这种做法，也就是影子舰队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海上的安全以及海下基础设施的安全。对中共长期召集海警、海上监察甲民兵出入台湾周边的海峡进行战场经营。海委会主管管佩玲讲，中共铺设地带威胁侵权，科学紧张情势，长期消耗台湾海巡执法的能量。不过政府又要继续加强离岛甲前沿据点防护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新城一个泰国移工举刀啊，冲去便利商店讲要收车，这警察是到场来处理掠人，佮随着要绕跑，甚至佮密伫个人厝内甲人起冲突，嘛造成警察甲厝主一口罩有7个人隆重受伤，后续嘛依照杀人未遂来移送法办。警方规个家包围，不过查甫人一直抵抗，嘛捡物件伫等关警，佮拿水果刀啊威胁，徛伫车道甲警方对决，佮趁机会逃走。放下！有人家玻璃门弄破，走入去理发厅里，警方对去围掠，手提盾牌更差，用咸姜水电击枪做伙加压制。追捕行动伫花莲新城乡一个46岁泰国籍移工，初五透早5点外，为着2支外国烟枪，举刀啊抢桥上，搁伫讲隔壁的西餐店，搁伫车路要接过路的查某人。警察在围捕他。看警方到位，嫌犯去驾走，规路互人约2.7公里，密入去铁门开一半的理发店，家住户阁发现冤家，若画上厝主的刑砍，厝主的某囝嘛无辜受害。刚好起来要吃药。他冲进去。当时震动。被他持利刃划伤吧，划到手的部分这样。缝几针？4针。那厝主一家伙啊，3个人受伤，还有4个警察嘛伫围猎过程有人大康细利，其中有人手指头啊划伤，有人互伊用物件撞到头，有人刺伤弄到，专案造成7个人受伤。该外籍移工持刀且拒捕，在封闭空间进行包夹及压制后顺利逮捕。全案依杀人未遂、恐吓公众安全、伤害及毁损等罪。接下来，移工逃走的过程，同款家己母甲规身躯伤，目前先互人介护送医。经过警方的调查，伊毋是超过期限的移工，不过即届伊犯罪行为实在伤悍，一定会互人依照杀人未遂、恐吓公众的安全、伤害等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彰化鹿港一个食毒赛车冲红灯，拄去警察掌着，想袂到讲这台车煞油门打落吹进帮，弄到一个骑机车，害人重伤不幸来死亡。警方是依照食毒赛车、公共危险罪、甲肇事逃走等罪依法上班。民众骑机车伫路的无张持后壁一台货车驶真雄直接冲过来，弄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造成机车驾驶重伤死亡。这件事故就发生伫拜五顶埔彰化鹿港的早市附近，当时民众听到车祸的声音，拢惊一大跳。要11点落来嘛，要11点，弄一个足大声。系啦，迄有真大声，顿间拢是遐散开啊。
警方表示，当时巡逻车伫路的发现一台货车违规红灯正月，警察拍开警示声，要求停车。想要到这位姓陈55年厝的货车驾驶竟然加速逃走，撞到这位骑机车的民众了后，佫肇事逃逸。警察第一时间先落车处理车祸，而且联络派员追查逃逸的货车。家属表示，时大只是出门款拜拜要用的物件，结果人都无去啊，实在无法度接受。让他开车开得太快了，连想跑的机会都跑不掉哈。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事发生，可是当我们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谁能够接受？员警到查现场后，立时通知救护车到场将伤患送医，并同步派员查缉肇事车辆到案。为伤者送医后仍不治死亡，本分局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表示，这位姓陈的嫌犯车祸肇事逃逸了后，搁秘伫鹿港的民体附近闪警察，警察掌握车牌，顺线追踪，经过5点钟抓到人，发现姓陈的嫌犯有毒品反应，专案依照公共危险、肇事逃逸、过失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清明拜拜，伫咧中华的大川，所有人甲粪扫拢等落去大排，讲是要饲鱼啊。这环保局表示讲，会照废清法来处分。也伫咧溪州是哪像做些人伫咧溪边蹲肥，臭甲强要挡袂掉。环保局已经派人去调查污染源。有人甲规地敢若亲像废弃物的物件，直接倒入去大排水沟仔内底，而且连续倒滚啊地，过程拢互民众翕落。这个所在就伫中华大村一个立骨塔后壁。因咧较早因咧倒这是都等互伊遐食。哦。这是安尼问题，无我袂去等这。了解。你了。我来等这。所以你有见过吼，毋是粪扫吼。我有见过，我有见过。不过涉嫌去废弃物的当事人解说，伊讲倒只是菜叶啊，无就是要饲鱼啊，并无粪扫。立骨塔工作人员讲，这个民众每年清明时阵拢会主动家己来倒三工，已经甲伊讲袂使乱献，粪扫必须爱集中处理。彰化县环保局讲，即要收到民众检举，就依照废清法来罚。那依法可以处以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伫溪州乡落水溪边的民众，最近是真侪护神爷爷杯，有即阵是清明祭祖的时阵，放伫桌顶拜拜菜，护神水换去，也无人敢食。规个饭卡咧，菜汤拢护神要是这遐囡仔拢唔敢食了。除了护神四个爷爷杯以外，落水溪边也一阵的臭味。经由空翕机四个测，看到落水溪边放真侪敢若废弃物的物件。当地3个村的村长去查这臭味的来源，发现毋知倒一个农民放伫溪边的有机肥料。浊水溪边的西瓜是最有名啦，不过间接是影响到我们这边沿岸的那个村民的问题啊，就是产品太味多，臭味。彰化县环保局讲，初五已经派人清查污染源，那农民使用有机肥嘛爱经过发酵的过程，避免造成臭味者污染。若无经过适当处理造成污染，应依照废清法来开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清明假期，高雄有办一个恐龙展览，真侪大人甲囡仔拢去看。现场早就有公告讲，请民众莫去甲卡着，毋过所有民众是爬起咧乌白网，甚至佮爬起咧徛，嘛造成讲这作品是规个闭去。徛伫恐龙边仔，民众去拍恐龙，也有家长无囡仔挖进去摸，也有人掠恐龙的尾溜一直害。另外一边恐龙也有民众乱摸，电视片的身体甚至也出现避损。这寡无站在的行为，互工作人员真无用，因为真侪现场早都采公告，请民众唔通乱摸。是大众大家都来看的，所以说如果摸坏，大家可能就没办法参观这样。就是大家可能保持一点距离，然后拍照啊，这样就好了。啊，大人嘛存个机会啊，囡仔大人啊。啊！就小可讲要带孙仔来，结果家己嘛真爱看。车是早起去现场，也是有民众伸手去摸，只是较大型的灯具已经围起来，避免民众伤挖紧。那我们这边有各位热情的朋友们，我们就是来拍照、排队拍照。那我们现场呢，加派工作人员呢，起来为主持，让大家有更好的游玩的体验。市府表示，已经加派工作人员维护特殊，只是开播头一日发生活动体验区的布棚雨风吹倒，也带着民众。工作人员虽为其里呼气雨风吹倒的布棚，其他工作人员也为着手骨受伤的查甫囡仔处理伤势。气象署初三下昼针对高雄发布强风特报，亲像风势伤大，予布棚倒去，造成2个学童加1个大人去扫掉。我们就保护完以后，小朋友还是有被他擦伤。这个帐篷原本是什么游戏的？室内游戏的。
市府文化局表示，主办单位已经事先加重布棚的沙包，也是因为这个风势造成布棚掀起来，现场已经即时互因简单的医疗处理，目前拢无大碍。记者综合报道。有一种真罕见的豆角，伊上大的特色就是伊的色啊，若伫咧日头下带有五彩真水的色地。一届就出现11只，出现伫桃园，嘛是真侪人想前去翕相。桃园市野鸟协会就呼吁民众爱尊重在地人的生活，这餐花唔通乌白搭，且嘛莫乌白差。伫日头下有金属色水的鸟仔毛，有长个弯的尖喙，爱伫浅水中来找食，这是美鸟彩旋。过去较定伫中南部有当时会出现。那出现伫北部是较罕见，一摆出现伫桃园大园农地，也一摆出现11只，互鸟仔界真轰动。怎么会这么多人跑来拍啊？哦，因为这很少见，这个以前叫做迷鸟，就是迷途的鸟，它迁徙的时候偏了，所以才会跑到台湾来。它的羽毛阳光下会有金属光泽。这个出现在桃园这里很难得。好几年来这么多是第一次，像南部也都2只3只嘛，那今年就突然就10几只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很惊喜。采选的各种姿态吸引翕鸟仔人的镜头，产品小小的道路，毋但吸引欣赏鸟仔人，也停满车，也有一寡翕鸟仔人，拢伫私有农地去踏着人的农作物，造成当地居民的困扰甲不满。田埂、菜园尽量不要跟人家踏到，还有那个路边停车的时候要注意到路口。不要挡到人家的转弯处。桃园市野鸟协会呼吁去翕相的鸟友，唔通乌白去踏人的菜花甲菜园，参乌白停车，也提醒鸟友甲野鸟保持适当的距离，以欣赏代替干扰，互远远来到这的野生动物会当好好休困，养足精神，继续因跨过海洋的长途旅行。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为着要防止非洲猪只出国转来，就千万唔通搁炸肉制品转来。明日开始禁止用喷来饲猪，咱台湾也要参考日本，推动存环原料饲料化。不过业者也是希望讲，会当保留这用鸡仔甲鸭的下水来饲猪。伫饲猪场内底吹水喷饲猪的这个做法，明年起全面来禁止。要若将来想要摕喷来饲猪，只用摕饲料场掺伫内底，并且用标准化所制作的产品。在日非洲猪只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会议，讲要采取日本的模式，推动这个存环原料饲料化。品规、产量、品质都有一定的水准，猪农就可以掌握他每天他猪吃的是什么成分。不希望猪农就在他的厂里面只能到今年年底了。进前饲喷的饲猪户希望争取一关一个喷的催煮中心，不过农业部认为讲，照标准化、规格化的饲料来做，上会确保营养甲安全。也来过来头一个兴建这个喷的催煮中心的饲猪农老家孙讲，既然政策安尼，家己只用继续来升级，增加投资的设备。那现在你转成饲料的部分，就饲料有饲料的一定的规格，例如就是说盐分啊、蛋白啦、多少成分的部分，你要明确的部分，你要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出来。喷退出饲猪场降低疫病的风险，屏东饲乌猪的饲猪户代表虽然无反对政策方向，不过也是希望讲，鸡鸭禽类这下骹料会使继续用，强调迄是饲乌猪上管需要的动物性蛋白质。下架了，单位做出完全三不三变嘛？恁定来讲什么考验人性？我们考验人性的是恁敬畏稽查，别人个责任都完大。那确定推动存环原料饲料化，就要进行饲料管理法的修法。稽查工作永远继续伫进行，无依照规定催煮喷，今年总共查到12场，地方政府已经裁罚11件。4月开始也启动第2轮加强查封违规的饲猪场，希望来确保产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另欢迎这礼拜要审18岁公民权修法，支持少年世代参与政治。这一期若三读通过，甲这投票年岁对20岁放年到18岁，这年底大选都有机会会当增加20万人会当投票。
立法院去年通过青年基本法，将18岁公民权修法。今年要到下月大选，18岁青年是不是应参加投票备受关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特别拍板新18岁公民权的相关修法，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将也各自提出修法版本，要将10岁投票限制下修到18岁。本次安排选罢法的询答，是因为年底就要选举了，我们要尽快的把选制确定下来，避免在选前有任何异动，造成选举上的任何不公平。我支持18岁公民权，赋予年轻人更多公民权利。现在若可以透过立法提前完成，我会全力支持，但需注意程序的完备，避免衍生更多违宪的争议。部分朝野拢强调支持扩大青年世代政治参与。那这个会期3读通过，有希望适用年底大选，会催清楚将近10万小投族。青年团体表达支持，不过朝野拍算透过修法，设过修宪倾向违宪记录。内政部议员在内部讨论。这个部分会交由更专业的法律学者去做进一步的解释。当然，我们乐见就是在青年基本法通过之后，可以更全面的保障青年的这个生活，包含了选举也是他们生活的重要一环。另外，立法院顶个月通过中山会主会被提名人游行2等4人人数案，不过行政也未发文证明，中山会迟迟无法度开会。立法院跟行政院种种所有应该合作的，也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只要两院合作，儿童跟国人都会快乐。行政院回应无法度接受南北封杀3个被提名人，会看立法院的成绩来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挽留出版的董事长王英文，登去故乡家己义德，甲祖厝改做是美术馆，嘛加入庄脚做事人的精神，为偏乡提供一个艺术教育基地。美术馆的馆长向大家来紹介空間甲展覽的作品，用過了外形設計出尾頂，結合長怪造的步道，佇家己縣沿海義地鄉正式啟用一間美術館。唔但替鄉民帶來入擺藝術的機會，嘛互在地學校的藝術教育帶來多元的空間。我們義竹鄉有一個美術館，可以讓孩子平常有多一個學習的機會。除了學習之外，也自己會產生一個願景，就是未來有朝一日，當他自己在美術上面學有所成的時候，也可以到這邊做一個展示。挽留出版公司的董事長將家己的祖厝來改建做一間美術館，而且建築使用莊腳的元素，打造有作事人精神的美術館。同款嘛是義德人的家己館長黃忠良都表示，希望透過黃忠文的技術能量，替義德帶來新的教育發展。父母都是農夫，所以用農夫美術館做概念希望這個美術館變成一個起點，一個火種。對於我們國中小的學生，那包括有一些外出的子弟或在地的年輕人，那對美術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來這邊看展覽。我想對他們未來的潛移默化跟影響都會是非常大的。3月底正式開幕的天台美術館，頭一場的展出，就邀請75歲的藝術家聽延平甲黃忠文做伙來舉辦聯合展覽。黃忠文表示，每間美術館無簡單，會偷偷替這間美術館找到發展的方向，嘛互沿海的偏鄉帶來新的創新能量。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再來看雲林的歷史建築大塘石鼓溪鐵橋，去年受到風颱霜凍嚴重變形，地方希望講會當繼續保留。這縣府嘛表示講，中央已經補助3000萬，會提來訂建，嘛會增加安全措施，上緊年底就當完工。原本變形的鐵橋路甲長期的鋼橋攏調走啊，大塘石鼓溪鐵橋位佇雲林大邊鄉，也有家己的大拿定交界。過去是大塘鐵橋路南北運輸主要幹道。2006年，雲林縣府訂立建設歷史建築，不過去年因為丹那市風颱大雨，山位橋墩後來佫重造。第一階段就是講將這個 P3這個基樁先甲拍掉，因為過來都是這個雨水池咱先予伊這個這個水咧，會當好用這個通暢安尼啦過來第二階段就是掛佇咱的枯水池，我都緊來搶修。大鼻鄉長連新報講，這座鐵橋過去是要為着運輸製糖的原料而起的，生產產業甲交通歷史價值。地方鄉親希望會使保留落來。對此，雲林縣府文管處講，將已經得到文資局3000萬的補助經費進行修復。期盼可以在年底的時候來做一個完工，那來在歷史風貌保存之下，可以提供民眾來轉型，來做一個通行
跟一个观光休闲的一个使用。那在这两线的串联之间，可以活化我们的文化资产。文管处讲，为了确保文化资产保存的安全，官府采分阶段来修复。第一阶段由官府家己出800万加长期的吊桥改吊造顶。第二阶段得到中央3000万块经费做桥墩的重建，所还佫增加照明灯光这设备，预计年底完工，会转型规划成做休闲的步道。记者综合报道。7月初是拜六，儿童节拄过，你敢知影即马囡仔人因未来的梦想是啥物？那根据上新的调查统计，即马囡仔人上希望大汉会当来做运动员。专家表示讲，这甲这几年咱的体育选手伫咧国际舞台上表现了真好有关系。儿童节当天，游乐园挤满了大朋友小朋友们，但你知道吗？除了玩乐之外，他们对于自己未来想要做什么也很有想法。开飞机，因为可以环游世界；做药师，因为可以赚很多钱；如果再给你一个选项，你还会想当什么？当老师。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会想做老师？因为他平常都忙到很晚。有的囡仔是看到头前的表演，在咧话讲想要做超级英雄。因为根据国语日报社上新调查，小学生上介意的职业前3名有做直播的网络红人、电竞选手、中学生是医师、机械工程师，其中职业运动员更加是中小学生选的头1名。近几年国人的运动风气盛行，再加上我们的职业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其实政府公布的数据里面显示，职业运动员的薪资排行高居前10名，所以这是一个可以结合高薪水，同时有高成就感，以及满足学生们对于工作兴趣结合的一个想象。三甲讲，这阵囡仔用叫做数位原住民，网络社群的接触，也互因对着工作想象产生真大连结。对着无介意的职业，中小学生组前2名拢是政治，也有联系相关的工作，可能反映因对职业传统死板的印象。不过特别的是，医师却是同时入选上介意甲上无介意行业前5名。专家也认为讲，除了社经的地位，也有趁侪钱这正向因素，压力真大，也有高风险，也是囡仔对这个行业有无同看法的原因。医师不是只有说我们上班值班，以及说对于治疗病人他的困难程度会感到劳累但这个也包含说与人的边界感。如果说跟人的沟通会感到比较疲劳，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医疗业这样的一个行业。我甲学生真有相关的教师是连续2年入选中学生无介意职业的前10名，今年上款头一摆进入小学生组无介意的前10名。在教学现场，老师讲，除了学生对老师管束行为产生负面的连结，也认为讲教师甲其他职业来比较，需要长时间甲耐心付出，无都随得到回报甲成就感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在日本是有业者来发明一种，那就是喙暗的设备，用电来刺激，互你食物件会当加较有味。那对这种慢性病需要控制食食的人是有大帮助。也嘛有业者是利用光学技术，用 LED 来标示出这危险的所在，加强工课场安全。遥控的机具，伊当时视库也出现镜头光束，提醒边的人经过方向。那吊下时阵，会使标示出危险的区域。伫工厂这精彩的环境，就互员工安全。到暗时，灯光照向树顶，鸟仔就随飞走，解决民众困扰。这个位伫真港关边上市研发 LED 光束的企业，利用过去当地真强的光学技术背景，独立创业，发展出多元应用。数々のその有名な起業家であったり、グローバルカンパニーというのを配収しているわけなんです。で、私の所属していた浜松ホトニクスも昔はベンチャー企業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我々もその発明した技術をその世界中に飛び歩いてネットワークを広げたい。日本中部地区一直推行新创企业，尤其对着高龄化、囡仔生少、人力不足这社会问题，激发出不少少年人的创意。像这个像喙暗的装置，经过电流刺激改变味觉，共一碗咖喱饭，前后食落去有无同的感觉。互慢性疾病患者伫饮食控制时，也在享受美好的滋味。医師として減塩食継続できずに亡くなってしまった患者さんというのを受け持ったことがきっかけで、なんとかでき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で開発を始めました。日本はもう本当に超高齢社会になりましたので、これを高齢者の方につけていただいて、薄くても美味しくて、一生懸命食べていただいて栄養が取れる。由爱知县的高等专门学校学生在新创竞赛中摕下100万日票创业基金，用 AI 语音自动记录教学作业，减轻教学员的负担。同时，伫战后80年的这阵，老大人一个往生，由新创公司经由 AI 传承建设的记忆。どこまで逃げましたか？最初はも
像这个样子跟荧幕搭话，它就会自然的回答你问题。这是日本新创公司结合 AI 还有影像技术，让你站在荧幕前面，就好像在跟真人对话一样。ご本人に会って対話するという機会がどんどん少なくなっていく中で、対話に近い形で体験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が重要だな。对医疗登记账户高保存历史的记忆，日本社会第一个课题要怎解决？在新创企业崛起的即阵，出现一寡希望。公司国际记者4号日本报道。天气报你知，今日搁一波锋面接近，在中部以北的雨水会较济，东半部也落雨，也南部是济云的乌阴天。台东民众要注意可能会靠火烧风，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到拜六礼拜进前，天气拢真稳定。下半部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9度至28度。中部地区20度至30度，南部地区22度至31度，东部地区21度至30度，外岛地区17度至28度。到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